见。
姐姐也把娘家对非抗议弄在那，我们当代全国生说山东本街无烂子，高来雨，多在一段作业修会空包南大地界，刚接迎接地界早。为在熊熊地界上万地界万南下地界。那个人些文界喇嘛也大见过烂错，我的将在把我看作在做将做做内修，在那个村多些松节。本多的灵就你的。
不可不当的三昧皆愿解，若解万解念解解扎那所当，天念之解真正不了那难改解是本，龙女比。切生日快乐！我是陈柏如，耶！我也我也有若我也有当年，借来把我马来西北米亚面，谢谢个嘛。落叶有心把为平，错觉差错，也骂我前来家界万事说，我平时骂到家境清南北，三昧得知所觉讲说也当马说过节年节目，我前南北，三昧得知所觉讲说也看着居中做那年节目，我天在那到家境清南北，是那多美也。Yeah.
没有，差不多。没有帮。我请求。愿常住，无边众生心是大地主，利他施者团团密布云，三巧正书生幻法语录，空缺30字，讲遍转述果实累累垂，生死如意宝树愿常住，菩提正对照十方，三会法脉纯净少华林，春雨满美丽，路见无边众生是月行，千火天武功常住。巨量圣言正理大吼笑，千头恶论狂象之脑髓。啦啦啦哇啊耶啊啊啦耶，天灭万劫娑那耶尔贝贝耶耶哇达耶达尔巴哇啊耶啊啊啦耶，天灭万劫娑那耶尔贝贝。的大姐的这个大多跟的法律，别没人间这位来，我这位老马就现在来些这些就我这来呀，您给别没生着，要是我家的把就是没。念的老三的别学业的，你做做呢，就当什么门的尊的，直接老马拿来就好。多大这些都被脑子给小做，我想也对决定叫做，上他们心就叫来热我。大家可以吃。很忙，所以说就是都没有像今天这样的能够聚在一起的。当然是一个新的一年当中能够大家聚在一起，是今天是头一次这样。那老师吧，那怎么在新年休息？在新的一年里面呢，是祝大家吉祥快乐的。那老师吧了，咱们这个，人都人到的，人呢那个家个真的，这个长路，你接不住就是。生日法会了，不过今天也是大家的出生的时间啊。老师吧，所以说是因此呢，请大家能够多发愿。老师吧了呀，等到老师吧年底了吧，我当不做的吧。所以说，当然是一个今年新的一年，就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展开新的头一天，或者说展开新的这样的出发了。那老几公呀。所以说，一刚开始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出发点以及好的念头。我们常常要讲，佛法里面，念头跟动机最重要。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新的一年当中，大家都就是念头上面好好的一个思考。今天开始我已经，今天我生了，我今天就是新的人，所以今天我开始做好人好心，这个我们就是生命的一个过程当中最那个快乐的一个来源最好的一个，所以就是一定要把就是念头东西上面稍微就是这块一下。那最重要我们就是究竟的一个成佛是很珍贵，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修行的一个道路上面稍微就是不小心的话，有时候一些碰到就是不好的一个东西不好的一个意外，所以就是很多人就是气馁了，跳了一个儿子一定要就是自己发愿，我希望能够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道路上面一定就是成功所以就今天开始，我就是今年新年当中修行就是希望能够把就是自己的一个平常的一个功课观修这些吧顺利利。那这当中有些就是有一些身体就是身体不舒服，我就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心不舒服，心不平安，那就是这样的时候就是休息上面影响大，所以这些上面我们就是新的一年当中有什么事情的有什么发生，都是就是七落的门一般能够出去的什么动荡都用不了的事。所以说这些都是来自于就是不是外在的外物的而产生的，都是一个内在的东西所引发起来的。这什么东西要强？所以说必须要了解，能够懂得这些的理念。所以说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大的希望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成佛的一个这样的大的期望。对应着，你老家了，把这忙不用，把这动作马上做，说也不到，多土的强。所以说，当然是一个成佛的过程，以及说修持佛法的一个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的障碍。所以说，过程当中也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不过呢，这些方面能够克服，一一的能够把它排除一切的一些障碍。所以在这里呢，他都对了，那么钱呢，从我都是对了，反正两年要去两年要用啊，没钱多的啦，这没钱都能要用啊，那么有事。所以说，当然是今天也是作为就是为大家能够就是可以说吉祥一切顺利，以及说修行上面更有成功、更顺利、更圆满，以及说在自己的以及前途上面更有一个成就，也有这样一个上师的愿望。修持这个上师会供也是作为一个不要是个空荡荡的这样，所以说也是这样的修持，也是作为一个在新的一年当中，也是让自己能够更加的有一个期许的空间的。你忙活是把它来下的那一张就看到那一个的呢，另外要不啥有的，技术也有。所以说今天也是来了不少人，当然是一个来的今天时间呢都没有浪费，都是有意义的。所以说能够大家也是一个好好的许愿啊。那当然把东华当初去做，反正给比如说他们那个去投了不大钱，去他们这样的，当然先给钱给别的，没有看有多呢，当然不大钱不得，长往结束了有。所以说，就是我们所有的信徒到目前为止对修持上面有在尽心尽力，以及利他，以及说所有一些帮助他人的这些事情上面都有在尽心尽力。所以说，也是这些方面上是也是非常的随喜的。这当然是一个今后呢，就是继续的为学会能够就是尽心尽力，当然是为学会，也是为利他的。学会这个团体也是利他的这样一个团体。
所以说等于这是一个付出，对学会付出的话，等于就是付出了对他的利益上面的，所以说能够希望那个继续的前面个生产的本本是个砸钱不的，前面个生产的，这个咱们的那个说那么老钱啥都也有。所以说利他的心是非常的珍贵，一旦就是升起的利他的心的话，这样是已经造成了一个极大的福报这样。我们平常就是菩提心、慈悲心，大家都要讲，这个是大家都知道，非常珍贵，非常好。但是慈悲心这个的因素，我们刚开始利益他人的一个心，这个是菩提心的一个因素，最好的一个有了吧？利他的心是一个菩提心的最殊胜的因。利益咱同步扩大的吧，共同去聚下呢，一定要不要的吧？所以说，一开始就已经调整了自己的动机的话，那当然是就往后的就更顺利、更殊胜了。人们的身边的人都是要得小领悟的吧？你没这个上动物嘛，在上面呢？如果说一升起利他的心的话，那自己私人的事情自然而然的会这个会来的这样，不需用刻意为自己而去着想的这样。这个印章，在这里600-300多人差不多，这是的利他，多的，他做那种就去年那也不一样，我们说过的不一样嘛，300几百元现在这那种有是。所以说也是在祝大家新的一年里面也是能够吉祥如意，以及说能够大家这个修持上面更顺利，以及说在一个内心也是就是可以说吉祥，以及说这个内心快乐，以及说各方面能够顺畅健康这样。身体健康，功德无量。非常高兴有这么多的贵宾以及信徒来参加我们人们这个红场注释法会，是相当的精进，在没有多久的时间，把这个葛西的这个学位给考下来，再经过也了不起，所以说在人们这么多点点滴滴，这么殊胜的这个修行，这么亲近严谨的这个戒律，能够来到台湾弘法。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台湾所有的人民、所有的弟子的福报。我是希望说，有这么殊胜的上师，这么好的仁波切，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因缘，因为仁波切在台的时间也不一定，搞不好有一天，到世界各地去弘法也不一定。所以说，我们尽量珍惜每一堂课，就排除所有的万难，像比如刚刚阿旺老妈讲的，排除万难，尽量能够来上课，这样。因为一堂课跟一堂课你接不上的话，这个一年就接不起来，是这样的。所以说每一堂课尽量能够来参加，那是最重要。今天，就是借着这个仁波切的生日法会，我代表我们所有会员呢，真的对仁波切真的非常感谢。仁波切不管在家庭方面、事业方面，还有这个个人的最后我仅代表协会所有的弟子恭祝仁波切能够长久住世，法轮常转，法水长流，把这个亲近的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这个法脉能够传遍世界各地5大洲。谢谢，谢谢，谢谢。这里，当然，我们这叫查书呢，一直得了的呢。我愿在天边爱的，人间里的你灭的，人来家来到街上，见不见的来到夜之来家的，那三别中，不。Oh
这
看过吧？